享同埋 like 我哋啊！大家好啊，又係我哋西貢 Q 動力 Q Power 帶大家睇靚樓嘅時間啦，我係 Phoebe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嘅豪宅係位於九肚山上面嘅雲峰，屋內面積2083尺，係4房雙套，另外2間工人房，仲有2個車位嘅設計。間屋下邊就係2個車位，直接樓梯去到。一入門口就會見到一個高樓底嘅大客廳，客飯廳相連，平出花園。裝修時尚大方得體，因為裝修好新淨嘅關係，就咁買啲家私就可以直接入住。廚房係長方形嘅設計，設備齊全。花園方方正正，愛嚟燒嘢食、開 party 就最啱啦。我哋一齊上睡房區睇睇啊！我好鍾意佢嘅牆色，好有海洋嘅感覺。第一間房面積合理，望返內園。第二間房做咗書房，有晒書台同埋入牆書櫃。浴室雲石鋪牆，以企缸為主。至於第三間房呢，係一間有露台嘅套房，有埋衣帽間同埋化妝台。浴室一樣以黑白色嘅雲石鋪砌，浸浴為主。至於主人房呢，空間闊落，至於主人房嘅洗手間呢，空間感到非常之大，2個洗手盆，仲有一個鵝蛋型嘅浴缸。
如果大家對呢個咁靚嘅樓盤有興趣嘅話呢，就記得 call 我睇樓啦。電話係98009497 Phoebe。我哋仲有好多靚樓盤等住俾大家欣賞㗎，記得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多謝支持，拜拜。